學校，我哋有請本屆賽事獎金贊助機構代表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林旭霞博士。同時，我哋有請獲獎學校嘅代表，同我哋同學一齊咧就係影張合照啊，接受呢一份嘅喜悅。我哋有請鄭觀演公立學校胡淑莊副校長一齊同我哋拍照留念。多謝兩位。有請兩位嘉賓會座。接續落嚟，有請女子 A 組嘅亞軍，獲得今屆女子 A 組亞軍嘅係聖羅撒英文中學。我哋有請中國澳門排球總會謝乃坤副主席為我哋頒發呢一個嘅獎杯，亦都有請聖羅撒英文中學嘅代表謝敏偉行政主任同我哋一齊接受呢份嘅喜悅。恭喜晒聖羅撒英文中學！拍照留念。多謝晒兩位嘉賓，亦都恭喜聖羅撒英文中學獲得一個咁好嘅成績。接住落嚟，我哋請到今屆嘅冠軍，女子 A 組冠軍係培正中學。我哋亦都邀請到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丁少雄副局長為我哋頒發呢隻冠軍獎杯。同時，我哋亦都有請培正中學嘅代表梁永堂主任為我哋一齊接受呢一份嘅喜悅。有請梁主任。培正中學女子 A 組嘅運動員今屆能夠成功衛冕，希望繼續為我哋帶嚟一啲精彩嘅排球比賽。恭喜晒咁多位，多謝晒啲副局長以及梁主任，有請會座。接住嚟，我哋頒發男子 A 組嘅季軍獎杯，獲得今屆男子 A 組季軍係慈幼中學。現在我哋有請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中小企業市場總監兼普惠金融事業部嘅總監林旭霞博士為我哋頒發呢隻嘅獎杯。同時，我哋請到慈幼中學嘅副校長黃淑貞副校長一同接受呢份嘅喜悅。恭喜晒慈幼中學！拍照留念。多謝晒林博士，多謝晒黃副校長，請回座。接住我哋有請男子 A 組嘅亞軍，獲得今屆男子 A 組排球賽亞軍嘅係培正中學。我哋邀請到中國澳門排球總會謝乃坤副主席為我哋頒發呢一隻嘅獎杯。同時，我哋亦都請出培正中學嘅代表梁永堂主任一同接受呢份嘅喜悅。有請梁主任。恭喜晒培正中學！多謝晒兩位嘉賓，請回座。接住，我哋請到今屆男子 A 組嘅冠軍隊伍，聖若瑟教區中學第5校。恭喜晒咁多位同學仔，呢隻冠軍獎杯，你哋係實至名歸。
我哋邀請到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丁少雄副局長為我哋頒發呢隻冠軍獎杯，有請丁副局長。同時，我哋請出聖若瑟教區中學第5校黃建文校長一同接受呢份嘅喜悅。我哋再一次以熱烈嘅掌聲，多謝呢一班嘅同學仔為我哋帶嚟一場咁精彩嘅賽事。恭喜晒聖若瑟教區中學第5校成為今屆男 A 冠軍。多謝丁副局長，同時我哋恭喜所有獲獎嘅隊伍，亦都多謝各位嘉賓嘅蒞臨。學界排球比賽除咗係同學們、老師們、學校嘅投入參與之外啦。我哋亦都有賴中國澳門排球總會、體育局、澳門紅十字會嘅大力支持，以及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嘅全力配合。感謝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學界比賽嘅獎金贊助單位。現在我哋邀請所有獲獎嘅學校以及嘉賓都台前一齊影返張大合照。我哋先請獲獎嘅學校先列好隊，有請嘉賓耐心等待，等我哋嘅同學仔排好隊之後，我哋一齊埋去影返張大合照。喺今屆女子 A 組嘅比賽，獲得季軍嘅係鄭觀應公立學校，亞軍係聖羅撒英文中學，冠軍係培正中學。喺男子組方面 ，A 組嘅季軍由持有中學奪得。至於我哋啱啱欣賞完一場精彩嘅冠軍戰，最終培正中學攞到亞軍嘅獎杯，聖若瑟教區中學第5校成為今屆男 A 嘅冠軍。有請多支嘅隊伍同我哋嘅嘉賓們一齊影返張大合照。亦都代表住今屆第49屆學界排球賽圓滿結束。多謝晒咁多位嘉賓，恭喜晒咁多位同學仔。我哋除咗感謝一眾單位支持之外啦，同時亦都感謝澳門方眾學校、鏡平學校、聖若瑟教區中學第5校派出嘅學界義工。協助比賽順利進行，我哋以熱烈嘅掌聲，再一次多謝為今屆賽事付出嘅所有單位同埋義工。2025-2026學年男女子 A 組嘅賽事已經圓滿結束，希望各位運動員再接再厲，繼續爭取好成績。我哋仲有 B 組、C 組同埋 E 組嘅賽事，歡迎大家到場一上。多謝晒咁多位嘉賓，我哋今屆賽事到此為止。下一年再同大家見面，多謝晒。同時，我哋亦都呼籲觀眾保持場館嘅清潔，觀眾唔好企立喺呢個通道裏面，確保呢個通道咧係保持暢通。多謝各位合作，多謝晒。